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大家平安，欢迎收听7月7日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唱新歌来赞美上主的救恩。我们要读诗篇97到98篇，请弟兄姐妹来先看这一段的经文，之后我们要一起来读 RPG 的金句。要向上主唱新歌，他行了奇妙伟大的事，他以大能和神圣的力量赢得了胜利。上主宣布他的胜利，向万国显示他拯救的能力。诗篇98篇1到2节。当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的时候，他有一位将领企图攻击奥地利边界上的一个小镇。那一天呢，刚好是复活节，大家都沉浸在庆祝耶稣复活的喜悦气氛当中。当他们得知拿破仑的军队要来攻击他们，一些小镇的居民他们就召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大家商讨是否要投降或者是奋力抵抗。在这个时候，教会的副监督长站立起来说话：各位，今天是复活节，是我们救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这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将会失败的。让我们敲响教堂的钟声，并且照常崇拜。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吧。最终会议接受了副监督长的建议。几分钟后，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他们照常开始了复活节的崇拜和庆祝的活动。然而就在此时，敌军他们听到这突发的钟声，他们以为奥地利的援军已经在夜间抵达了，他们一定做好了防御的准备，所以敌人摸不清小镇的实际情况，就立刻拔营撤退了。然而这个小镇的危机借此解除了。基督宗教的信仰它其中的中心信仰有两项一个是基督十架的救恩，另外呢是基督耶稣的复活。如果少了其中这两项，那基督信仰就不存在了。其实这在彰显上帝的救恩，透过复活的耶稣，彰显了上帝拯救世人的盼望。诗篇97到98篇彰显了我们对这位上主的敬拜，要彰显出我们的喜乐跟感恩。这两篇的经文其实再一次提醒我们，以新的颂歌来赞美上主的救恩，并且在颂歌的当中要喜乐，要感恩，以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他。其实我们要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处境，我们实在是面对很多的挑战跟困境。然而诗人他
提醒我们以新歌来赞美上主的救恩。我们要透过这2篇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这位上主的统治和公义。诗篇97篇提醒我们，上主是全能的统治者，所以他的统治是超越一切的权势，他是公义的上主，他的公义使我们安心。诗人在这一篇的这个诗当中提及耶和华作王的时候，主要的焦点是放在耶和华的审判，他的审判乃是建立在公义和公平的根基上面，所以恶人要蒙羞受罚，义人要欢喜快乐。这篇的诗篇也预言耶稣基督第2次的再临，要审判全地的景况。那是这位公义荣耀的君王，他将要驾云降临，审判这世界。在这现代的世界当中，我们要记住上主的权柄和公义。不管世界哪一个强权好像很强盛，但是我们知道都不能够强过上主的权柄。第二，我们要来看上主的拯救和慈爱。诗篇98篇在强调上主的拯救和他的慈爱，在历史上他施行了拯救的大能。诗人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可以来信靠这位全能的上主，借着他的拯救和他无限的慈爱。上主的拯救是完全的，他的慈爱是永恒的，这也给予我们希望和力量。虽然历代的以色列人都行恶和不信，上主仍然没有忘记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施下的应许，所以他一直以慈爱来对待他们，保守他们不被消灭，为要使应许一定实现，向他们彰显他的信实不变。第三，我们要透过敬拜和感恩来看我们如何来赞美颂赞这位上主的救恩。诗人呼吁要用乐器歌声向这位上主来献上赞美。其实在我们现代生活的忙碌和压力当中，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对神的敬拜和感恩的态度，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充满喜乐和赞美。第四，我们看到诗人以新歌赞美上主。诗篇98篇鼓励我们以新歌来赞美上主。诗人要万民都唱新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上主是拯救者，他施行奇事，他拯救了他的百姓。上主是大君王，他要统治全地。上主是审判者，他将要以公义审判全地、世界和万民。这代表着创新和热情的敬拜，不仅仅重复传统的诗歌，而是在心中涌现全新的诗歌来赞美。以新歌来赞美上主，让我们的敬拜变得更生动、更有活力，同时也反映我们与上主之间的亲密关系。诗人呼吁我们借着唱新歌来赞美上主的救恩，使我们在敬拜与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连结。上主的统治和公义提醒我们在面对现代世界当中坚守公平正义和信仰。上主的拯救和慈爱给予我们有希望和安慰。敬拜与感恩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充满喜乐与平安。唱新歌
其实是表达我们的心意更新，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并且能够不断的心意更新，而不是一成不变，用新歌来赞美上主的救恩，天天来诉说他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你可以每一天去经历到他新的恩典、新的拯救。他也提醒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当中，你能够成为上主救恩的见证人。特别我们经常忙于工作，压力重重，面临各样的困难。然而诗人就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处境，我们都可以自己去体验，经历了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新的神的赐福。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新的经历，你能够向人来分享，或者是透过新的诗歌，你自己向神求，给你有一个新的创作，来表达出你对神的感恩跟赞美。我们来默想，在你的敬拜和生活当中，你是否常常唱新歌来赞美上主的救恩？你如何以新的方式来表达对上主无限慈爱和救恩的感恩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慈爱的主，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施行奇妙的拯救，你以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恶，赐予我们有永恒的救赎。愿我们不断唱新歌来赞美你的救恩。亲爱的主啊，求你使我们的敬拜充满喜乐跟感恩，帮助我们的心意更新来敬拜你，而不拘泥于传统或者是僵化的形式。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在现代生活的当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也愿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活出你的喜乐，你所赐予的恩典，让我们的言行和态度都带给人有希望跟喜乐平安。帮助我们用新的歌声和美好的作为来引领人认识你的救恩，同得福音的好处，并与我们一同来赞美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天天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下次再见哦。